2026年4月6日每日靈修，聖靈感動我們要認罪悔改。512對罪有感覺。每日靈修小品。經文：凡住在他裡面的，就不犯罪；凡犯罪的，未曾看見他，也未曾認識他。約翰一書3章6節。小故事：一個傳道人正在街頭佈道的時候，忽然有個青年人站出來，很不以為然的問他：牧師，你說人人都有罪，背罪如同背重擔，為何我沒有感覺呢？究竟罪有多重呢？是1公斤呢？5公斤？還是10公斤呢？傳道人溫和的反問他說：若把500公斤重的東西放在一個屍體的上面，他能感覺重擔嗎？青年爽直回答：不，一點都不會覺得重，因為他是死的。傳道人說：同樣，一個有罪的人，為何自己不覺得他是負了罪的重擔呢？因為他的靈是死的。默想：我們要感恩自己對罪還有感覺，表示聖靈還在心裏提醒我們悔改。如果有一天你已經對犯罪沒有感覺，那才是最可怕的事。禱告：愛我們的天父上帝，我們本來是罪人，我們所犯的過錯，違背你的旨意都像是個重擔壓迫我們，但是感謝你，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，你的愛就在此顯明，又賜給我們救恩和盼望。求聖靈與我們同在，使我們對罪敏感，常常檢討自己而有改過的心。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